今課咧，我哋繼續讀撒迦利亞書嘅10章啦嚇。我哋今課開始進入10章啊。請大家翻開聖經舊約部分嘅1047頁，1047頁啊。10章嘅1到11章嘅3節啊。係用希伯來詩歌嘅格式寫嘅啊。咁啊，1節嗰度咧，撒迦利亞先知咧，佢對猶大嘅百姓嘅話：當春雨的時候啊，你們要向發閃電的耶和華求雨，他必為眾人降下甘霖，使田園生長菜蔬咁啊。我呢句聽落係咪有啲怪啊？叫人哋響雨季嘅時候向耶和華求雨喎，咁代表乜啊？就係春天雨季已經嚟到啦，但係就唔見到有雨落咯。以色列地區嘅河流咧，都係季節性嘅啊，一年裏邊咧，就得秋天同埋春天嗰幾個月啊，個天啊有雨落咧，佢哋先有水嘅啊。咁其他時間咧就冇乜水嘅啫啊。咁啊唔同其他地方啊，好似北面嘅敍利亞啦啊，或者南邊嘅埃及啊咁樣啊，咁佢哋個河流咧長年都有水嘅啊，可以咧用嚟灌溉啲農田啊咁樣啊，所以咧。以色列人響呢個響呢個嗰啲農作物秋收完成咗之後咧，嗰啲以色列人咧就要趁地淋趁地淋啊，快啲嚟到去耕田嚟到去播種啊咁樣啊，咁跟住落嚟嗰幾個月咧又冇雨落嘅咁啊對啲農作物有好處嘅。因為嗰啲種子咧就唔會俾太過多嘅水啊嚟到去浸爛啊咁樣。好啦，到咗春天啦，咁當嗰啲農作物嗰啲種子開始長起上嚟嗰個時候咧，就需要大量嘅水俾佢哋㗎。咁響嗰個時候咧，雨季咧就開始啦，咁咪啱啱好咯，啱晒嗰啲農作物嘅生長咯，點解神唔賜一塊長年都有河水嚟到去灌溉農作物嘅土地俾以色列人啊？咁錫佢哋點解唔賜塊好啲嘅地方俾佢哋而係就係點啊？就係要佢哋學識點樣依靠神嘅供應每年到時到後降呢個秋雨春雨俾過佢哋咯咁等佢哋可以咧年年都豐衣足食當佢哋衣食無憂嘅時候，係咪好應該感謝神啊？但係整下佢哋就習以為常覺得個天到時到後落雨係自然嘅現象。有咩咁出奇呢？所以神咪出手管教佢哋咯。個天就唔再定時定候落雨啦。咁但係以色列人佢哋並冇因為咁就知道錯噃。佢哋冇因為咁向神嚟到去認罪悔改，反而去學嗰啲異教徒。走去拜佢哋認為係掌管風雨天氣嘅神巴力，更加俾佢哋嗰個淫邪嘅女神亞舍拉嗰種敬拜方式吸引咗，又去拜埋一份，咁結果以色列人就招致神嘅怒氣，俾佢唔停手咁樣罰，咁但係越罰佢哋就越係蒙塞嘅噃，反而佢哋執迷不悟，一錯再錯，越嚟越迷信，最後咪搞到亡國咯，俾神從嗰個應許地趕咗出去咯。
嗱，呢啲信息提醒我哋若果唔識得感恩嘅話，富足係容易令人同神疏遠嘅，因為富足令人好容易將神嘅保護、佢嘅供應同埋引導當咗係理所當然。有收入、有得食、有得屙，好正常啊，係咪啊？就好似以色列人咁樣以為春天必定會有雨落一樣唔知道其實乜都有神嘅恩典喺裏面。呢度嘅2節嗰度話，因為家臣所言的是虛空，卜士所見的都是虛假，造夢者所說的是假夢，他們白白地安慰人，所以眾人如羊流離，因冇牧人就受苦。家臣呢個字咧，Teraphim 呢個希伯來文咧，係指嗰啲異教徒響屋企裏面供奉用嚟占卦求籤嘅嗰啲咁嘅偶像今日好多人嘅屋企裏邊都會供奉各式各樣用陶瓷做嘅家臣㗎，係咪好彩嘅嗰啲日日有香火有水果過時過節仲有雞有燒肉唔好彩嘅你點咪俾人丟咗向山邊一二角嗰度咯，日曬雨淋咯我行山就見唔少㗎啦，成堆咁擺咗去，嗰啲咪就係唔靈㗎啦，唔靈咧俾人劈咗去啦呢一節咧嘅意思咧係因為家中嘅神像識講嘢係假嘅，占卦佬嘅預測都係人哋嘅話發夢見到嘅其實都係啲假嘢嚟佢哋帶俾人唔實在嘅安慰眾人好似啲羊蕩失路咁樣佢哋之所以要受苦係因為冇人牧養。當個天冇雨落嘅時候，嗰啲以色列人就想話去求雨啦不過就唔係向神禱告認罪噃，而係去走去揾嗰啲神棍同埋啲假先知咁就係呢度所講嘅嗰啲卜士啦同埋造夢者啦嚟到去揾嗰啲偶像假神嚟到求問而佢哋嘅答覆都係啲人嘅大話嚟嘅就係話咩他必為眾人降下甘霖，使田園生長菜蔬咯不過當然結果就係乜都冇發生啦呢一段呢係神透過先知撒迦利亞嚟到去回顧翻以色列人佢哋過往嘅錯誤。3節嘅上半節，神就話啦，佢話我的怒氣向牧人發作，我必懲罰公山羊。牧人呢，響聖經裏邊好多時候呢，就係用嚟比喻百姓嘅領袖，而呢度講嘅牧人呢，咪就係前面所講嘅嗰啲咩卜士同埋造夢者咯。佢哋令到眾人如羊流離，因冇牧人就受苦。佢哋靠求問嗰啲偶像假神咁樣俾出一啲虛假嘅信息嚟到誤導嗰啲百姓行錯路令到百姓咧得罪神惹嚟佢嘅怒氣所以撒迦利亞話神要懲罰佢哋。講到啲公山羊公山羊嘅性格咧係比啲綿羊咧更加好動嘅，佢亦都醒目好多嘅，唔會好似嗰啲綿羊咁樣傻下咁樣，我淨係識得跟住人哋行嘅咁因此咧，嗰啲牧羊人好多時咧都會放一隻山羊咧響嗰啲綿羊嗰啲一群綿羊裏面㗎
咁嗰啲山嗰啲綿羊咧就會跟住佢噶啦，咁啊呢度去嗰度去咁樣，就唔會咧傻下咁喺一笪地方嗰度咧食晒啲草都唔知噶嗱，咁呢隻山羊咧就係所謂嘅領頭羊啦，我傳咗張相俾大家睇噶啦所以聖經咧有時咧會用山羊咧嚟到去比喻嗰啲百姓嘅領袖人物。公山羊咧，響舊約聖經嘅先知書裏邊咧，多數咧都唔係啲咩好嘢嚟嘅。但以理書嘅8章裏邊就係用公山羊嚟到代表嗰個響西方興起嘅希臘帝國。但以理先知響嗰度用一個異象嘅方式，好詳細咁樣描述希臘帝國嘅興起。呢個亞歷山大大帝佢點樣滅咗波斯帝國佢嘅早死同埋希臘帝國分裂咗成4部分佢後嚟統治猶大地區嘅嗰個西流基王朝出咗一個叫做安提阿哥4世嘅王，佢點樣迫害嗰啲猶太人，同埋佢點樣褻瀆呢個耶路撒冷聖殿等等嘅呢啲咁嘅歷史。撒迦利亞先知佢話神必懲罰公山羊，而公山羊喺呢度係用眾數嘅，喺原文嚟講係眾數嘅，咁就係預言神會擊打呢個希臘帝國，令到亞歷山大大帝早死，將佢嘅帝國令到佢4分5裂咁樣啦。大家留意聖經嘅原文裏邊咧係冇標點嘅，冇分段嘅若果我哋將嗰啲經文亂咁組合嘅話咧，好容易咧會理解錯咗裏邊嘅信息嘅若果我哋唔將呢度3節分開嘅話咧，就會唔明白先知想講乜嘅3節嗰度你睇下神發怒氣要懲罰嗰啲牧羊人同埋公山羊，呢度同佢話眷顧自己嘅羊群，使佢哋如駿馬在陣上有咩關係？所以我將下半節擺喺4節前邊嗰度嚟講，就係咁就變咗咩？因我萬軍之耶和華眷顧自己的羊群，就是猶大家必使他們如駿馬在陣上，房角石、釘子、爭戰的弓和一切掌權的都從他而出，他們必如勇士在陣上將仇敵踐踏在街上的泥土中，他們必爭戰，因為耶和華與他們同在，騎馬的也必羞愧。跟住落嚟咧，神咧就宣布佢會親自嚟到去牧養自己嘅羊群，就係嗰啲屬於佢嘅子民啦。話佢會使他們如駿馬在陣上，他們咧就係指嗰啲屬於神嘅百姓咯。神要將佢哋從一群好似傻下咁，淨係識得盲目咁樣跟從嗰啲神棍去走去拜偶像嘅嗰啲咁嘅羊，變到好似戰場上邊嗰啲戰馬咁醒目咁英勇啦。呢個4節話，房角石、釘子、戰爭的弓和一切掌權的都從他而出。房角石咧係一座建築物最先安放用嚟定位作為基礎嘅石頭，而釘子咧就係用嚟固定嗰啲木器，例如嗰啲風板同埋嗰啲門框等等咁呢兩樣嘢咧喺建築物上邊咧就好似戰場上邊嘅弓箭咁樣，都係咧不可或缺嘅。撒迦利亞先知喺呢度話，神要喺猶大中間興起一位卓越嘅領袖嚟到帶領佢哋捍衛自己嘅家園。
敵人嘅騎兵都唔係佢哋嘅手腳。點解？因為耶和華與他們同在，騎馬的也必羞愧。嗱，呢度咧又係預言將來響主前嗰2個世紀嘅時候咧，馬加比個家族咧會帶領猶太人咧脫離呢個希臘人呢個西流加王朝嘅專制殘酷嘅統治咯。好，請大家讀埋6到12節啦，唔該。我要堅固猶大家，拯救約瑟家，要領他們歸回。我要率他們，他們必像未曾棄絕的一樣，都因我是耶和華他們的神。我必應允他們的禱告，以法蓮人必如勇士，他們心中暢快如同喝酒，他們的兒女必看見快活，他們的心必因耶和華喜樂。我要發熱聲聚集他們，因我已經救贖他們，他們的人數必加增，如從前加增一樣。我雖然擴散他們在列國中，他們必在遠方紀念我，他們與兒女都必存活，且得歸回。我必再領他們出埃及地，招聚他們出亞述，領他們到基列和黎巴嫩，這地尚且不夠他們居住。耶和華必經過苦海，擊打海浪，使尼羅河的深處都枯乾。亞述的驕傲必致卑微，埃及的權柄必然滅沒。我必使他們依靠我，得自潔，一舉一動必奉我的名，這是耶和華說的。好，唔該。6到12節咧，係撒迦利亞先知用一個詩歌嘅形式嚟到去描述神對猶大家同埋約瑟家所代表嘅以色列選民嘅期望嚟嘅。當中講到神有降服列國嘅大能，就係11節裏邊所講嘅，經過苦海擊打海浪使尼羅河嘅深處都枯乾咁樣。你講嘅都係出埃及記裏邊嗰個10災同埋神將呢個紅海分開讓以色列人通過等等呢啲咁嘅場景亞述的驕傲必致卑微，埃及的權柄必然滅沒。咁咪講嘅就係神擊打呢2個奴役以色列人最厲害嘅國家咯。又講到佢對子民嘅大愛佢先前會點樣將以色列人播散在列國中，就係咧要佢哋亡國被擄咁樣嚟到作為管教啦。然後又點樣發嘶聲，即係吹口哨嚟到去召集翻佢哋讓佢哋可以獲得釋放回國咁神話呢個百姓若果倚靠我嘅話必定會使佢哋得以堅固啦。佢話必像未曾棄絕的一樣。咁呢段經文咧係嘅信息已經超越咗當時被擄嘅猶太人獲釋回國耶路撒冷同埋聖殿可以重建復興呢啲咁嘅歷史㗎啦。佢更加咧預表咧將來嗰啲屬神嘅以色列子民咧會因為耶穌基督嘅號召嚟到去再次聚集成為一個教會嘅。咁我哋去到11章啦，請大家讀1到6節啦，唔該。開你的門，用火燒滅你的香柏樹、松樹應當哀號，因為香柏樹傾倒，佳美的樹毀壞，巴山的橡樹應當哀號，因為殘死的樹已經倒了。聽有牧人哀號的聲音，因他們榮華的土場毀壞了。有少壯獅子咆哮的聲音，因約旦河王跡叢林荒廢了。唔該。11章咧係成篇書裏邊最難解
亦都係最容易解錯嘅嗰部分。我哋要記住先知書裏邊嘅信息咧，佢未必係按時序寫嘅因為個作者咧從佢哋嗰度從神嗰度領受咗信息之後咧唔知幾耐先至憑記憶寫翻出嚟諗到邊寫到邊咁樣咁冇得好似而家咁樣用 word processor 咁樣用 cut and paste 咁樣唔得㗎寫咗冇得改㗎所以咧間唔中咧會出現一啲同上下文似乎冇咩拉楞嘅講論㗎前邊我哋讀過嘅先前我哋讀過嘅嗰啲都係一啲充滿咗鼓勵應許激勵咁令人哋鼓舞嘅信息嚟㗎嘛但係講下咧又會出現一啲警告同埋一啲恐嚇性嘅預言啦。9到10章咧係用嚟預言彌賽亞嘅來臨同埋佢嘅救贖工作，而11章咧就預表佢會受到百姓嘅厭棄同埋出賣。所以呢3章嘅信息係用嚟預表彌賽亞，亦即係耶穌基督嘅第一次臨到世上嘅救贖工作。1到3節咧係先知撒迦利亞嘅一首希伯來詩歌嚟嘅。我哋要從裏邊嘅嗰啲象徵性嘅事物嚟到估下佢想表達啲乜。黎巴嫩咧響巴勒斯坦地區嘅北面，位於以色列同腓尼基之間嘅嗰度咧盛產啲香柏樹咧同埋松樹嘅。而巴山咧就響加利利海約旦河東面嗰一帶，嗰度嘅土地咧好肥沃嘅，嗰個水源咧又充足，咁有好多好茂盛嘅草原。除咗適合畜牧之外咧，佢仲盛產一啲橡樹嘅添。聖經裏邊講嘅樹木咧，都係有佢哋嘅寓意喺裏面嘅。其中嘅香柏樹咧，因為個生得又高大又粗壯，兼且有香味嘅添。係會用嚟象徵一啲驕傲、好強大嘅政權。而松樹咧個木質都好堅硬嘅，不過咧就生得冇香柏樹嘅咁高大好多時咧會用嚟代表一啲依附呢啲強權嘅嗰啲附庸國。而橡樹咧，除咗堅固之外咧，佢嘅樹嘅枝葉亦都係十分之濃密嘅，就係往往佢用嚟咧去象徵一個國家好強大嘅嚴密嘅防守能力。撒迦利亞先知呢一首詩歌裏邊講嘅，都係關於呢3種樹木受到一啲毀滅性嘅破壞嘅起因係乜嘢？係在於黎巴嫩開咗佢嘅門中門大開代表乜嘢？代表主動咁樣放棄防禦咯，因此就失去咗保護。結果係點任火燒滅你的香柏樹。先前有解釋過啦，火響聖經裏邊係用嚟象徵神嘅審判。當神嘅審判嘅火臨到嘅時候，高大粗壯嘅香柏樹尚且要倒落嚟，更何況係嗰啲松樹同埋橡樹呢？呢度3節話：聽有牧人哀號的聲音，他們因榮華的草場毀壞了；有少壯獅子咆哮的聲音，因約旦河旁的叢林荒廢了。解釋過啦，牧人響嗰啲先知書裏邊係用嚟代表嗰啲君王同埋百姓嘅統治者噶嘛。佢哋點解要哀號係因為他們榮華的草場毀壞了噃。3節原文裏邊咧係冇的草場呢啲字㗎，見唔見到側邊有啲細點
和合本呢一句嘅翻譯咧唔係咁貼切啊，因為榮華嘅原文Adara 呢個字嘅意思係外袍咁解。呢個字呢個 Adara 呢個字嘅字根咧係 Ada 咧即係尊榮咁解啊，所以呢個外袍咧響聖經裏邊可以用嚟代表人崇高嘅地位或者佢尊貴嘅職能。舉啲例啊，列王紀上19章19節，呢個以利亞先知佢交棒俾以利沙嘅時候，就係將自己身上嗰件外袍交俾佢。嗰件外袍好厲害嘅喎，個法力好高強嘅噃。以利沙咧，呢個以利亞咧帶住呢個以利沙過約旦河嗰時候咧，就係用嗰句仲用呢一件外袍咧打落啲水度，咁約旦河就分開啦。咁佢就帶呢個以利沙過河嘅。咁後尾呢個以利沙接咗手之後咧，佢有樣學樣喎，又係用嗰件外袍咧打落約旦河啲水度，又使得喎，嗰個河水又分開俾佢過咁樣咁證明咧佢已經承受咗以利亞先知嘅職能啦。呢度3節咧，響呢度3節啊，響呢個 King James Version 裏邊咧，嗰度個翻譯係咩啊？佢話 There is a voice of howling of the shepherds, for their glory is spoiled。咁就比較上貼近嘅原文啦。唔係什麼咩叢林嗰啲嘢。當牧人即係百姓嘅統治者嗰個外袍毀壞咗，代表佢哋失去咗佢哋原有嘅職能同埋個權柄啦。所以咪要哀號咯。呢啲少壯獅子為咩要咆哮啊？係因為約旦河的叢林荒廢了啊嘛。和合本呢句嘅翻譯咧，又係唔係咁貼切，因為叢林嘅原文個格安呢個意思咧係格安呢個意思係自高自大傲慢或者尊貴咁解嘅。King James Version 呢一句嘅翻譯咧係 A voice of the roaring of young lions, for the pride of Jordan is spoiled。呢句就比咁嘅翻譯咧比較上貼近嘅原文嘅，所以呢句嘅意思咧應該係又有獅子嘅哮叫，因為約旦河嘅尊貴已經摧毀咗。少壯獅子響聖經裏面係用嚟象徵權勢，喺呢度咧應該係指嗰啲君王同埋政治領袖嘅，而約旦河咧約旦河咧係以色列人所依賴最主要嘅水源。原本係神賜俾以色列人一個有限嘅天然資源，要佢哋學識依靠神嘅供應嘅。喺先知書裏邊咧係用嚟代表以色列人所依靠呢個屬世嘅保障同埋安全。先知咧專登用一個格安呢個字，就係意思係尊貴嚟到去形容嗰條河旁邊嘅叢林大家諗下，若果水源充足嘅話，嗰啲叢林先至會茂密噶嘛。啲水源若果斷絕咗啦，嗰啲叢林就會衰敗甚至消失。而嗰啲少壯嘅獅子就因為揾唔到食，所以咪要咆哮咯。呢啲因為嗰啲叢林茂密先至能夠養活嗰啲足夠嘅動物嚟到去養活嗰隻少壯嘅獅子噶嘛。個叢林消失咗咯，冇動物，嗰個獅子揾唔到食，所以咪要咆哮咯。呢啲都係先知用嚟形容一個國家因為受到神嘅管教嗰啲土地資源受到戰火嘅摧殘。嗰啲君王權貴因為陷入一個絕望嘅境地咧，而發出一啲嘅哀號。1到3節裏邊講嘅嗰3種樹木嘅毀壞咧，
牧人嘅哀號啊，同埋獅子嘅哮叫啦，都係前面9到10章裏面對以色列復興嘅一個延續嚟嘅，暗示呢個響世界終末末後呢個千禧年基督嘅國度實現之前呢，以色列仍然要受到神嘅管教嘅，耶路撒冷仍然會受到敵人嘅摧毀同埋摧殘同埋毀滅嘅。從9章開始一路去到11章嘅3節咧，都係一啲希伯來嘅詩歌嚟㗎。咁由11章嘅4節開始咧，除咗13章裏邊咧，仲有一首短嘅詩歌之外咧，其他咧都係散文嘅，都係散文嘅形式嘅。好，請大家再讀4到6節啦，唔該。耶和華我的神如此說：你撒迦利亞要牧養這將宰的群羊，買他們的宰了他們，以自己為無罪，賣他們的説：耶和華是應當稱頌的，因為成富足，牧養他們的並不憐恤他們。耶和華說：我不再憐恤這地的居民，必將這民交給各人的鄰舍和他們王的手中，他們必毀滅這地，我也不救這地脱離他們的手。好，4到17節裏邊嘅信息咧，同先前嘅嗰啲好唔同嘅，係神對撒迦利亞先知預言將來嘅猶太百姓係會抗拒，甚至咧會謀害嗰位佢派到世上嘅代表，就係彌賽亞啦。呢個4節嗰度話：耶和華我的神如此說，你撒迦利亞要牧養這將宰的群羊。原文裏邊其實係冇撒迦利亞個名喺度嘅。呢個成句嘅意思咧係我嘅神耶和華話要牧養嗰啲就嚟要劏嘅羊群。我認為咧係神要撒迦利亞先知用第一身嘅語氣嚟到代表嗰一位將要臨到世上嘅彌賽亞嚟到講説話。點解我咁講咧？因為下邊10節話：我廢棄與萬民所立的約。撒迦利亞先知佢幾時有同萬民立過約啊？有邊個夠資格同萬民立約㗎？照我所知，就得神自己嘅啫。所以呢度講嘅係神向嗰位代表佢嘅彌賽亞講嘅説話嚟。而下邊7到17節裏邊咧，就係撒迦利亞佢代表嗰位彌賽亞講嘅説話。所以呢幾節裏邊，凡係見到個我字，就知道指嘅係嗰位將來嘅彌賽亞。記住，神為咩要揾彌賽亞去牧養嗰啲就嚟要劏嘅羊群啊？呢度5節話買的羊，佢話佢買嗰啲羊嚟劏嘅人，覺得自己冇做錯。嗰啲賣羊嘅人就讚美耶和華話：因為我係富足嘅。嗰啲牧羊人又唔可憐佢哋。讀落去我哋就知道啦。呢啲羊群之所以要俾人哋劏咧，除咗因為賣佢哋嘅人為咗自己嘅利益而出賣佢哋之外，而原先嗰啲牧養佢哋嘅牧羊人又唔可憐佢哋之外咧，其實最主要嘅原因係佢哋抵俾人哋劏嘅。希伯來文嘅文法咧係比中文咧更加仔細嘅。就連嗰啲數字嗰啲動詞咧，
都會按照所指嘅對象嘅性別嚟到去分陰陽嘅噃。4到5節嘅原文嗰個宰字啊，嗰個買字啊，同埋嗰個賣字啊，呢三個字嘅呢三個動詞咧，喺文法上邊咧都係陰性嘅，代表嗰啲俾人哋買啊、俾人賣啊、用嚟劏嘅羊咧，都係羊乸嚟嘅，而唔係公羊嚟嘅。有咩分別啊？嗱，根據律法嘅規定咧，凡係劏嚟獻祭嘅，必定係公羊嚟嘅。點解？因為公羊唯一嘅功能就係得打腫一樣嘅啫嘛，唔使咁多嘅。羊乸就唔同啦，係咪啊？羊乸有用好多㗎，係咪啊？又可以生羊仔啦、出羊毛啦，係嘛？出羊奶啦，咁係咪啊？幾好啊！咁所以咧，喺一般嘅情況底下咧，係唔會用嚟劏嘅。但係家陣話要劏佢哋喎，點解啊？呢度就係要影射，呢度影射嘅就係以色列人，佢原本係神嘅選民，佢哋應該成為神祭司嘅國度、聖潔嘅國民，可以為神作見證，使天下嘅萬國萬民透過佢哋嚟到去認識神㗎嘛。既然有咁嘅功能啦，原本係唔應該亡國被擄㗎嘛。唔應該俾嗰啲敵人好似劏羊咁任意嚟到濫殺㗎嘛。點解佢哋最後會落入一個咁凄慘嘅下場呢？呢度講嘅嗰啲就嚟要劏嘅羊，應該唔係指撒迦利亞先知嗰個年代嘅猶太人嚟嘅。點解咁講？因為下面5節話嗰啲牧羊人唔憐憫佢嘅羊群啊嘛。若果羊群係指猶太嘅百姓咁嗰啲牧羊人應該就係當時嘅猶大省長所羅巴伯同埋大祭司約書亞咯。而橫睇掂睇，佢哋都算得係嗰啲為羊着想嘅好嘅牧羊人嚟㗎嘛。所以呢度講嘅嗰啲賣羊俾人哋劏嘅，同埋嗰啲唔憐憫羊群嘅嗰啲咁嘅牧羊人同埋嗰啲賣去俾人哋劏嘅羊群，應該咧係指彌賽亞第一次嚟到世上嗰個時代佢所棄絕嘅嗰啲棄絕佢嘅嗰啲咁嘅猶太人嚟嘅。從新約聖經嘅福音書同埋使徒行傳裏面嘅記載咧，當耶穌基督仲喺世上嘅時代咧，猶太人嗰個傀儡皇帝同埋嗰啲咁嘅宗教政治領袖佢哋冇一個係為百姓嘅生命，亦即係佢哋同神嘅關係着想嘅。佢哋全部都係以權謀私，靠壓榨嗰啲貧寒孤寡寄居嘅人，佢哋個個肥到咧，連襪都着唔落嘅，嗰啲錢咧，佢哋多到點啊？哇！唱一大袋銀仔，大搖大擺咁走，咁樣去到聖殿嗰度叮叮當當咁樣倒落嗰個奉獻箱裏邊，驚死人哋唔知咁樣樣。猶太人佢哋屬靈生命嘅敗壞，令到佢哋厭棄神派嚟嘅彌賽亞，就係耶穌基督，要佢哋認罪悔改，要佢哋回轉歸向神嘅呢啲咁嘅呼籲，更加咧將佢釘死喺十字架上面。最終咧咪就係導致神嘅審判臨到啦。呢度6節話，耶和華說：我不再憐恤這地的居民，必將這民交給各人的鄰舍和他們王的手中，他們必毀滅這地，我也不救這民脫離他們的手。
根據歷史嘅記載咧，從主後嘅60年開始，即係耶穌基督俾羅馬人釘十字架、復活升天之後嘅30-40年啦。猶太人反對羅馬政權統治嘅情緒咧，越嚟越高漲。猶太地區咧接二連三咁樣發生武裝起義。嗰個管轄由呢個猶大省嘅嗰個羅馬總督咧，喺鎮壓無效嘅情況底下咧，佢咧就向呢個羅馬嘅凱撒叫做尼祿向佢求救啊！咁於是尼祿咧就派呢個大將軍維斯柏先咧率領大軍咧嚟到去猶大地區嗰度平亂啊！咁圍攻咗呢個耶路撒冷咧，足足3年咁耐嘅。咁期間呢個羅馬凱撒尼祿咧，唔知係自殺啦定係俾人謀殺咧死咗喎。呢個大將軍維斯柏先咧，於是咧就趕翻去羅馬嗰度咧，就爭翻個皇位啦。留低佢個仔提多咧喺嗰度坐鎮啊。呢個撒迦利亞佢話：神必將這民交給各人的鄰舍和他們王的手中。裏邊講嘅這民就係指彌賽亞第一次嚟到世上嗰段時間嘅猶太人咯。神話會將佢哋交給各人的鄰舍手中，即係話咧嗰啲百姓佢哋咧會自相殘殺啊！根據主後第3個世紀呢個巴勒斯坦地區啦，嗰個該撒利亞嘅一個教父叫做尤西比烏佢有本著作叫做《教會歷史》裏面咧，就描述咗呢個耶路撒冷喺淪陷之前有幾慘嗰種咁嘅慘況佢講到城裏邊嘅猶太人咧，因為長時間因為俾羅馬人圍住嘛因為呢個維斯柏先初咧就係咁進攻噶嘛，換咗呢個提多咧，佢係換咗個策略佢用嗰個策略唔係好似佢老豆咁樣係咁去攻城而係點圍住佢唔俾佢哋出入，令到佢咧好長時間斷糧咁嗰啲百姓咧，因為長時間冇嘢食咁佢哋咧就點互相搶對方嘅糧食啦有時為咗一隻死老鼠咧打大交嘅甚至咧搞出人命，冇搞到食到冇嘢好食嗰個時候咧死屍都攞嚟開餐咁佢哋衰到咧點要交換自己嗰啲親生仔女嚟攞嚟食你俾我食，我嗰個俾你食咁樣嚟到去咁樣咁。他們的王他們的王就係主後1世紀嗰啲猶太人嘅羅馬統治者咯。耶路撒冷終於喺主後嘅70年咧，俾羅馬大將軍呢個提多咧率領個羅馬軍隊咧攻陷咗啦。城裏邊仲未死得嘅嗰啲猶太人咧，通通被殺整個耶路撒冷同埋聖殿咧就俾羅馬人咧就夷為平地啦。估計猶太人響整場戰役當中咧死咗咧有成100萬人有多嘅，100萬人有多嘅。呢啲就係先知撒迦利亞響呢度講嘅，話彌賽亞要牧養嘅嗰啲預備俾人屠宰嘅羊群咯。賣佢哋嘅就係佢哋嘅政治宗教領袖咯。嗰啲唔愛惜羊群嘅牧羊人，咪就係佢哋嘅宗教領袖咯。當時嘅大祭司同埋呢個猶太人嘅公會裏邊，即係個猶大公會裏邊嗰啲咁嘅文士法利賽人同埋嗰啲咁嘅百姓嘅長老就係呢班人咯。佢哋口口聲聲宣稱話耶和華是應當稱頌的，因我們成為富足。但係約翰福音嘅19章15節就記載咗啦。當嗰個羅馬總督比拉多問佢哋：我可以把你們的王釘十字架嗎？
嘅時候，佢哋點樣答啊？除了凱撒，我們沒有王。你話佢哋係咪抵俾人哋劏呢？至於嗰啲劏羊嘅人，就係嗰啲屠殺猶太人嘅羅馬軍隊，佢哋覺得自己只不過係執行上頭嘅命令啫，何罪之有呢？請大家再讀7到14節啦，唔該。於是我牧養這宰約的群羊，就是群中最困苦的羊。我拿着2根杖，一根我稱為榮美，一根我稱為元索，這樣我牧養了群羊。1月之內，我除滅3個人，因為我的心煩厭他們，他們的心也憎厭我。我就說，我不牧養你們，要死的由他死，要喪亡的由他喪亡，剩餘的由他彼此相食。我截斷那稱為榮美的杖，表明我廢棄與萬民所立的約，當日就廢棄了。這樣那仰望我的群婦人就知道所說的是耶和華的話。我對他們說：你們若以為美，就給我工價；不然就罷了。於是他們給了30塊錢作為我的工價。耶和華吩咐我說：要把眾人所自定美好的價值丟給分戶。我便將這30塊錢在耶和華殿中丟給了民了。我又截斷稱為元索的那根杖，表明我廢棄猶大與以色列弟兄的情誼。好，唔該。呢度最難係呢度噶啦嚇。你睇勻晒嗰啲釋經書都解唔明嘅啊。呢度7到17節咧，佢裏面先知撒迦利亞嘅代表彌賽亞講嘅説話嚟。全部咧都係用一啲象徵性嘅方式嚟到表達出嚟嘅，所以裏邊講嘅所有嘅物件啊、人物啊同埋時間啊咁，都係象徵性嘅，我哋要睇下佢嘅寓意代表啲乜啦。7節裏邊講嗰個我咧，就係先知撒迦利亞佢作為呢個以呢個先知撒迦利亞作為代表，作為發言人嘅嗰位彌賽亞嚟㗎嗱，神咧要彌賽亞佢牧養嗰啲將宰的群羊啊嘛佢哋呢啲群羊除咗命不久矣之外咧，佢哋仲係群羊中最困苦的羊喎。裏邊講嘅群。講到嗰個群中最困苦的羊，個群咧係普遍用嚟指所有嗰啲唔接受彌賽亞係神嘅世人咯。而當中嗰啲最困苦的羊應該就係指彌賽亞時代嘅嗰啲猶太人。因為佢哋正在處於一個弱勢當中嘅。唔係話佢哋經濟方面困苦噃，而係佢哋心靈上邊嘅困苦啊！亡國之後嘅佢哋咧，一直咧冇咗嗰個獨立嘅主權佢又冇自己嘅王而管轄佢哋嘅係嗰啲羅馬總督所任命授權嘅嗰啲咁嘅大祭司啊、文士啊、法利賽人啊，同埋嗰啲民間領袖組成嘅猶太公會嚟咁應該可憐佢哋先啱啦，係咪啊？實情唔係咁噃。點解我咁講啊？讀落去就知啦。先睇下彌賽亞點樣牧養呢啲群中最困苦的羊先。佢跟住就話啦，佢話我拿著2根杖，一根我稱為榮美，一根我稱為聯索。這樣我牧養了群羊。留意我牧養了群羊裏邊講嘅嗰啲群羊響前邊咧
係有個冠詞嘅，有個 article 嘅即係話嗰群羊指嘅咪就係前面所講嘅嗰啲最困苦的羊咯，亦即係彌賽亞響世上時代嘅嗰啲猶太人。響近東嘅古代近東嘅文化當中咧，杖咧係用嚟象徵權柄同埋紀律嘅，有時亦都可以用嚟代表支持引領同埋保護嘅。詩篇都有啊嘛，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係嘛？23篇。彌賽亞話佢要用2支杖嚟到牧養嗰啲等住俾人捉去劏嘅羊，其中一支嘅名叫做榮美，另外嗰支咧就叫做聯索啦。嗰支叫做榮美嘅杖，代表神起初同以色列人所立嘅約，以致對佢哋嘅供應保護同埋引領。而另外嗰支咧就叫做個聯索。聯索嘅意思咧係一條繩咁解，繩可以用嚟綁嘢，可以用嚟量度，亦都可以用嚟作為隔開2個陣營嘅分界。喺呢度代表以色列民族嘅合一，12個支派佢哋合力組成一個聯合王國。呢2支杖係用嚟象徵神同選民以色列人之間，由於有約嘅關係，所以就向佢哋提供保護供應同埋引導咁，令到以色列12個支派可以喺佢裏面合而為一，成為一個統一嘅聯合王國。只可惜以色列人並冇珍惜佢哋同神嘅呢個關係。8節嗰度話，1月之內我除滅3個牧人，因為我的心厭煩他們，他們的心也憎嫌我。我同大家講過好多次啦，先知或者啟示文學裏邊嗰啲作品裏邊嘅嗰啲日期數目咁，通通都係象徵性嘅，記唔記得啊？唔係實數嚟㗎。我哋要同嗰啲用一個寓意嘅方向嚟到去理解佢哋代表啲乜嘅。呢度講嘅1月之內1月之內係代表一個短嘅時間之內，唔係話真係一個月而係代表一個好短嘅時間。就好似早排有位總統候選人咁樣，佢話過自己上任之後24小時之內咧就可以停止一場正在打到如火如荼嘅戰爭咁樣，係咪啊？記唔記得啊？若果我哋理解錯咗嘅話咧，就會以為個下巴輕輕咁樣開衝頭支票㗎啦噃，係嘛？其實佢真正嘅意思係咩啊？即係話佢有辦法喺好短嘅時間之內嚟到去解決呢一場戰爭啊嘛。只有嗰啲傻更更嘅人先至會同佢數24小時嘅啫。先前我哋讀10章嘅時候，我已經同大家解釋過㗎啦。牧人喺嗰啲先知書裏邊咧，係用嚟代表嗰啲百姓嘅政治宗教領袖就係嗰啲君王祭司同埋先知呢3個職分咯。留意除滅呢個字咧，kaket 呢個字咧，唔係話個意思咧係革職咁解將佢哋革職唔係話殺晒佢哋點解彌賽亞咁厭惡佢哋要請佢哋食豉椒炒魷咪就係因為前面10章2節嗰度所講嘅，他們白白地安慰人，所以眾人如羊流離，因冇牧人就受苦咯。嗰度嘅3節就話我的怒氣向牧人發作所以咪要炒晒佢哋咯，表示神唔再使用猶太人嘅政治宗教體嘅系統嚟到去管治佢嘅選民咯。呢度8節裏邊所講嘅他們並唔係指嗰啲彌賽亞所革職嘅牧羊人噃，
因為佢哋而係佢哋因為受到，而係嗰啲佢而係呢個彌賽亞想牧養嘅嗰啲最困苦的羊啊！佢哋因為受到先前嗰3個唔稱職嘅牧羊人嘅誤導，以致佢哋憎嫌呢位接手牧養佢哋嘅彌賽亞。憎嫌去到一個咩程度啊？馬太福音嘅27章15到26節就有記載啦。當嗰個羅馬總督比拉多佢查唔出耶穌有任何嘅罪證，唔想釘死佢喺十字架上邊，於是咧就向猶太人提出啦。佢話咁啱今日咧係假期，按照慣例咧俾多一個叫做巴拉巴嘅殺人犯，你哋揀是但釘死一個就算啦。咁話，但係佢哋點啊？係都要釘死耶穌，而且咧佢哋群情洶湧添。咁比拉多咧冇晒佢哋辦法啦，咁唯有咪當眾洗手咯，宣佈話流這義人的血，罪不在我，你們承擔吧。佢哋就大聲話啦：他的血歸到我們和我們的子孫身上。咁你話呢啲猶太人係咪抵俾人哋劏啊？所以呢位彌賽亞亦都厭煩佢哋，厭煩到一個咩程度啊？就係對佢哋話：我不牧養你們，要死的由他死，要喪亡的由他喪亡，剩餘的由他們彼此相食。彌賽亞佢唔再牧養呢啲拒絕佢嘅猶太人，由得佢哋去死同埋喪亡。同大家解釋過好多次啦聖經裏邊講個死唔係指個人斷咗氣個心跳停頓嗰啲身體組織腐爛嗰種肉身嘅死亡而係人同神嘅關係斷絕咗，失去咗佢嘅供應、庇蔭同埋呢個引領。而喪亡呢個原文嘅意思，喪亡kaket 呢個意思咧係遮蔽或者隱藏咁解，指嘅係神將知識同埋智慧嚟到去將呢個真理嚟到去遮蔽，向人隱藏嗰啲唔認識真理嘅人，冇咗智慧嘅人，只會好似盲頭烏蠅咁樣到處亂咁撞，搞到自己咧要彼此相食咯。歷史證明咗彌賽亞佢第一次臨到世上嘅時候咧，彌賽亞嗰啲呢啲猶太人咧，佢哋嘅心咧其實一啲都唔合一嘅無論喺政見上面啦，喺信仰上面都好啦都係口和心不和嘅佢哋有啲崇洋媚外嘅撒都該人啦，有啲將律法偶像化嘅法利賽人啦。有啲好孤立離群自己苦練修行嘅愛色尼人啦，亦都有好多咧主張咧武力對抗猶太人統治嘅嗰啲激進派系好似奮銳黨咁啦，佢哋好似水溝油咁樣嘅，但係偏偏響抗拒謀害彌賽亞嘅惡事上邊，佢哋就合作無間喎。呢度10到11節話：我截斷那稱為榮美的杖，表明我廢棄與萬民所立的約，當日就廢棄了。這樣，那些仰望我的困苦羊就知道所說的是耶和華的話。彌賽亞話佢要截斷嗰支佢用嚟牧養猶太人叫做榮美嘅杖，代表神要廢棄佢同以色列人所立嘅聖約，撤回翻佢對以色列人嘅保護、供應同埋引導啦。響主後嘅60幾年開始，嗰啲激進派系咧，猶太人當中嘅激進派系咧，得到大多數猶太人嘅支持。咁猶太地區咧就到處咧都爆發呢啲武裝起義嘅運動，咁最後咧就導致耶路撒冷俾由羅馬嘅大軍咧圍攻啦，
咁由於城裏邊長時間斷糧嗰啲猶太人咧要彼此咧自相殘殺用自己嘅嚟到去交換人哋嗰啲細路仔嚟到攞嚟食又引致呢個疫情嘅爆發啦。咁終於咧響主後嘅70年咧就俾羅馬人攻陷咗，冇餓死病死嘅嗰啲猶太人通通都被殺，耶路撒冷同埋聖殿就俾羅馬人夷為平地從此之後猶太人咧就被驅散到世界各地，恢復唔到自己嘅主權呢個就係佢哋厭棄謀害彌賽亞嘅惡果咯。呢度12節話：我對他們說，你們若以為美，就給我工價；不然就罷了。於是他們給了30塊錢作為我的工價。裏邊講嘅他們呢，亦即係嗰啲賣羊嘅人，同埋嗰啲賣俾人哋劏嘅羊，亦即係彌賽亞當時嘅嗰啲猶太嘅政治宗教領袖同埋嗰啲猶太嘅百姓咯。佢話給了給了嘅原文呢個意思咧撒卡個意思咧係用個厘等嚟稱咁解由於咧嗰啲牧羊人同埋嗰啲羊咧都憎嫌呢位接手牧養佢哋嘅彌賽亞，因此佢就拒絕繼續牧養佢哋啦。咁於是就話若果佢哋同意咧，就要定出一個工價嚟到去評估佢嘅牧養工作值幾多錢。咁結果佢哋咧話彌賽亞嘅牧養工作只係值30塊錢。撒迦利亞先知時代嘅猶太地區咧，仲未開始使用一個錢幣嘅30塊錢原文嘅意思咧係30個銀仔大家有留意咯呢個都唔係實數嚟㗎，記住30塊錢呢個唔係實數嚟㗎只不過係用嚟代表一個好細數目嘅錢啫，就等於我哋今日所講嘅幾廿蚊咁多係咩錢啫？係咪根據律法書裏邊嘅出埃及記嘅21章32節咧有記載一隻牛若果撞死咗人哋個妹仔咧，嗰個牛嘅主人咧要賠翻30個舍客勒30個舍客勒咧就等於今日100個 gram 或者係大概係3個安士咁上下嘅嗰啲銀仔你要俾翻佢個事頭嘅原來彌賽亞牧養百姓嘅工作只係相當於一個奴婢條命咁嘅價值。根據新約聖經幾卷福音書嘅記載咧，耶穌基督佢喺世上嘅期間咧，佢付出咗向世人傳講天國嘅福音啦。佢按照神嘅心意向人傳釋呢個律法啦，佢教訓人認罪悔改回轉歸向神，又替人醫病趕鬼叫嗰啲死咗嘅人翻生呢啲咁偉大嘅貢獻，最後就係俾人用30塊錢出賣咗，仲要俾人釘死喺十字架上面。呢度13節，耶和華吩咐我說，要把眾人所估定美好的價值丟給窯戶話我便將這30塊錢在耶和華的殿中丟給窯戶了。用美好的價值嚟到去形容嗰30個銀咁濕碎嘅錢就好似今日我哋講30蚊咁大筆錢係咪30蚊咁大筆錢一樣只不過係一個諷刺性嘅講法嚟嘅啫窯戶咧係嗰啲專門幫人哋燒沙煲罌罉嘅嗰啲師傅嚟嘅佢哋嘅工場咧哇煙冚冚㗎佢哋咧周身污糟邋遢㗎耶和華嘅殿裏邊又點會有窯戶呢所以話神要彌賽亞
響座咁神聖嘅殿嗰度將30個相當於佢工價嘅嗰啲碎銀丟俾一個周身污糟邋遢嘅窯戶只不過係一個象徵性嘅講法嚟嘅啫。響呢度咧，窯戶係用嚟代表嗰啲普遍被認為係不潔嘅嗰啲人，因為嗰啲污糟邋遢噶嘛。根據馬太福音27章嘅3到10節裏邊嘅記載咧，嗰個出賣耶穌嘅加略人猶大佢將收翻嚟嗰30個銀咧，丟響聖殿嗰度，然之後咧就走去吊頸自殺死咗啦。嗰啲祭司長咧就將嗰30個銀咧向一個窯戶咧買咗一塊田地嚟到做墳場佢專門用嚟埋葬嗰啲響耶路撒冷無親無故嚇死異鄉嘅外邦人，就好似我哋中國人嗰啲義莊咁啦。有冇聽過啊？撒迦利亞先知響呢度嘅信息，就係新約時代基督俾人哋出賣嘅預表嚟嘅。耶穌基督俾人哋賤賣害死咗，結果就益咗嗰啲原本唔係選民嘅外邦人，令佢哋死咗之後有個安身之所。就預表耶穌基督嘅救恩咧，將會從選民以色列人轉移到嗰啲同亞伯拉罕嘅約無關嘅外邦人嗰度啦。呢度14節話：我又折斷稱為聯索的那根杖，表明我廢棄猶大與以色列弟兄的情誼。神嘅選民咧，本嚟係應該同心合一先至啱噶嘛，但係佢哋就因為學外邦人拜偶像，欺壓嗰啲貧寒孤寡寄居嘅呢啲咁嘅陋習，又唔理會先知嘅勸告，最後更加拒絕神派嚟嘅嗰位基督，所以神容許佢哋徹底咁樣分裂啦。失去咗佢哋自己民族內部嘅團結啦。所羅門王死咗之後，以色列王國就開始分裂成為南邊2個、北面10個支派。佢哋雙方咧陷入一個經常互相爭戰嘅局面裏面。當耶穌基督仲喺世上嘅時代，嗰啲猶太人嘅內部咧，就分咗做幾個各懷鬼胎嘅派系，好似撒都該啦、法利賽啦同埋奮銳黨咁啊，佢哋一啲都唔團結佢哋嘅鬥爭非常之劇烈最後咪導致響主後70年耶路撒冷徹底咁俾人哋摧毀咯。直到今日，猶太人響宗教上面仍然分成唔知幾多個派系嘅。喺信仰上面仍然冇辦法合一嘅。呢幾節經文咧，唔單止警告撒迦利亞時代嘅嗰啲猶太人若果離棄神，佢哋嘅民族必然會失去團結嘅力量。亦都提醒咗我哋今日呢班基督徒，唯有真正響耶穌基督裏邊建立嘅教會，先至可以達至真正嘅合一。若果仍然分成唔同神學思想理念嘅嗰啲咁嘅宗派嘅話咧，只會俾魔鬼撒旦逐個擊破嘅啫。好，呢課我哋停喺呢度啦。